寧經屋首日揀樓有近20%家團冇到場揀樓。議員何潤生話：政府有必要調查家團冇到場揀樓嘅原因，並評估未來開展新一期經屋嘅申請。理工學院副教授陳卓華話：理解有家團喺正式揀樓時會出現猶豫。雷翠雲報導。有聽眾喺本台時事節目反映，有公屋輪候家團同時申請社屋同埋經屋，認為現時嘅經屋輪候名單存在水分，政府需要認真審視問題。咁啊排隊，究竟呢個正式嘅排隊人數係幾多？入面每個家庭有2份都排隊入社一個經屋，實際上根本都係，我覺得有水分喺度。議員何潤生話：永寧經屋首日揀樓數據未能夠判斷經屋輪候名單係咪存在水分，但係政府有必要調查同埋了解相關嘅輪候家團情況，並且評估未來開展新一期經屋嘅申請。咁我覺得咧，由於而家呢個有關呢個嘅經屋咧，已經係拖咗好多年啦。咁我諗點解啲人對於而家有一啲嘅個案咧，佢冇上到嚟揀樓，我諗房局咧係有必要咧進行有關嘅一個嘅了解同埋調查。咁另外一方面亦都睇翻而家即係話有萬一嘅輪候者咧，其實政府要即係話盡快掌握有關嘅資料，對於新經屋嘅申請咧，亦都作出一個嘅評估。理工學院公共行政課程副教授陳卓華話：現有部分經屋輪候家團已經等候咗至少5至10年，經濟狀況可能因為退休等因素改變，未必應付到現時嘅定價。可以理解有家團喺正式揀樓嘅時候出現猶豫。陳卓華認為政府應該效法其他地區，彈性處理未來各個區域同埋各個家團嘅單位售價。可能有好多變數，將來可能已經接近退休，或者有其他嘅經濟考慮，所以佢會有猶豫咯。咁因為我哋可以理解嘅市場環境或者嗰個嘅經濟週期咧都比較唔明朗。咁而樓市即係私人樓宇嘅樓市亦都係即係有起伏。政府真係話當經濟房屋唔係一種商品，而係一種社福利嘅時候咧，咁可能定嗰個售價嘅時候咧，就需要比較上更加有吸引力啦。永寧經屋喺首日選購程序中安排揀樓嘅60個家團裏面，有11個冇如期到場揀樓，另外亦都有3個家團分別因為自願放棄、家團成員變動同埋欠缺資料，需要重新輪候經屋。當局喺首日揀樓中一共售出46個單位，售價由114萬至167萬多元。澳門電台記者雷翠華報道。房屋局推出樓